旺角浸信會立會45週年感恩崇拜暨按立牧師執事典禮，現在開始。讓我哋安靜低頭，有個默禱嘅時間。請聽聖經宣召嘅説話。萬國啊，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；萬民啊，你們都當頌讚他，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。耶和華的誠實傳到永遠，你們要讚美耶和華。讓我一齊起立，一同唱世頌108首，信徒齊來頌讚。紅色嘅世